一行9个人的爬山团行早起，拍算要去爬鸡人山东峰，这半中途受石头连落来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3人受伤。随风区公所表示，最近天气无稳定，这土白有较松软。那新北市的管理局也讲，发生意外的地点是伫咧金瓜石附近的山区，毋是官方列管的范围，是即寡山友安尼打出来的小路啊。 等下下坡前面要刹车哦。搜救人员去伫山顶救援，发现一个伤患，人已经昏去啊，无喘气、无心跳，紧急赶到山脚，较紧送去病院，但是伫咧抢救过后，嘛是宣告不治。预计从山间路行经基隆山东峰登上基隆山顶，遭巨石砸伤。土石对天顶落落来，就伫咧找是早起10点外，这阵做伙爬山的朋友9个人，小早去爬山，却拄到意外，造成1死3伤，但是哪会有石头？ 瑞芳这一带天气有时候变化比较大，也有可能造成土石比较松动，那边是把这个路口封闭起来。民众如果硬闯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变成后果要自负了。案发现场为山友走出来的山径，呼吁民众选择安全的登山步道。出代志，这条道就敢若土含一寡碎石，无看到任何石头楼梯。新北市的管理局讲，这无伫咧列管的步道范围，是山友去爬，结果行出来的小路。目前并无计划要管理，是暂时为封锁山景时。小径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路线，不会说不建议的，就是说你要去爬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风险，评估你的能力跟。安全上，你如果怕落石、怕什么，你肯定要戴安全帽嘛，圆盔嘛。不管是敢有列管，那有可能有无看到的风险。专家嘛点出讲，爬山的小路挑战真大，伫爬进前，自身的能力、体力敢会堪一，拢爱评估。对所有的状况，拢爱细致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